哈利今日咧就去 Ratchdale BTS 嘅皇家體育俱樂部，同大家直擊賽馬賽事。哈利喺曼谷，哈利今日咧係嚟曼谷睇賽馬，係啊，嚟咗咁多年都係第一次嚟睇曼谷嘅賽馬，咁就係嚟呢一個The Royal Bangkok Sport Cup 呢一度，咁其實係 BTS Ratchdale站啦。咁哈利今日玩公眾席嘅啫。咁你知啦，我哋香港人賽馬就係好有感情啦。雖然哈利絕對唔係 fans 嚟嘅，不過我覺得撞啱今日7月5號有賽事，咁就嚟睇下啦。咁11點半咧，公眾席就可以開始入場㗎啦。咁而家大約就係11點10到，咁我哋就會入去睇第一場嘅賽事，咁睇下咩環境氣氛先。哈利喺曼谷，知唔知呢個係乜嘢 logo？RBSC 就係呢一個皇家運動會，其實咧亦都係曼谷嘅賽馬場。咁咧其實呢個賽馬場咧已經有成120年歷史㗎啦。喺拉馬五世王朝開始咧就已經開始建立。咁今日哈利咧嚟咗咁多年，都係第一次咧嚟到呢一度咧睇下賽馬嘅盛事。咁睇下今日係咩環境啦，一齊入去睇下。咁公眾席咧就係200嘅買門票入場嘅，咁買咗門票咧就可以入場，不過入場嗰刻咧就唔俾拍，咁只能夠入到去先拍到啦。咁你大家見到嘅咧就係投注站同埋呢啲派彩嘅電視機啦。咁其實大致同香港馬會嘅概念係一樣嘅，不過設備啊、環境啊、設施啊同香港嘅馬場咧就唔可以相提並論啦。始終彩池嘅規模咧有相當大分別。咁去到大草地啦，去到馬場入邊咧，哇！喺現場氣氛都仍然相當之熱烈嘅。當剎那咧就係第一場準備開跑嘅，咁各位嘅馬迷咧亦都好努力咁喺度跑緊啦，睇緊沙圈啦，睇緊踱步啦，準備落最後嘅派彩嘅。當日第一場咧就係11隻馬。咁而家哈利咧就係喺皇家賽馬會曼谷泰國皇家賽馬會嘅公眾棚入邊。咁出席人數又唔係真係好多嘅啫，咁但係似乎大家都好認真啦。咁馬上咧12點正咧就係開跑第一場嘅。咁我哋剛剛咧都見到馬匹入準備入閘啦。全部塞入內圍。好，打到。哇！贏成隻馬。